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汉光41号演习第7天，宪兵指挥部半暝伫咧万板大桥演练全线封锁，另外香山正庭型泛蓝飞弹发射车头一个见光。激青团最近有胜出了政绩，而且佫去拜访这中国各大办等机关。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咧厘清一寡有同甲违反两化条例。中华一经准公共幼儿园和机关亚公10天内上无有6个囡仔，和2名教保官不当对待，设立的教保官罚款23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5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昨暗6点外呢，这台铁区间车有一个70多岁老阿伯，可能是去便所回来，伊的胃去放坐去啊，就和迄个乘客发生冲突。想袂到这个阿伯竟然做出想要背倒的动作。台铁表示讲，若真正把这倒啊背出来，依法上当会当罚到100万。台铁3处区间车14暗时传出压倒出来威胁的纠纷，一位70岁阿公疑似袂爽去便所回来，为着防占去，甲一位占位的乘客发生冲突，过程当中甚至有要压倒，互其他的乘客真惊吓。你有把整个拿出来吗？没有啊！你把这样整个盒子拿出来。对啊，这个干嘛？盒子还在这里啊。铁路警察接到通报，将车甲这位乘客带落车，加载无造成伤亡。台铁公司表示，会配合铁路警察侦办，若确定有压倒出来的事实，依法会当罚1万块以上100万以下。王姓民众从后背包中拿出置放于塑胶盒内之陶瓷厨师刀之行为，以违反刑法第305条恐吓罪。自行交付与该厨师刀，予以警方扣押在案。最近几年，大众运输工具捌发生冲突，也是随机攻击事件。有人认为安全第一，线较远的。有民众表示，若想要反制，应该评估家己的能力。看他的体格吧，还有你自身的能力。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告诉旁边的人有这种状况，让大家脱离这个现场。怕危险吧？报警啊！就只有报警而已啊。伫车厢内底，若拄到攻击的事件，爱安怎保护家己？无身躯的教练建议，爱避免甲手提武器的嫌犯正面冲突，会当利用家己手头的物件自我防卫，亲像用雨伞扭开距离，避免受伤；还是摕卡网、攀野来阻挡，会当甲外套绑伫手骨，避免直接伤害。比较重要的是在不要想去夺他的刀，或者是想要跨过他的刀去对他本人做一些攻击。这些事情我们被动的去进行，假设主动去进行的话，很容易不小心被他的刀划到，或者被他的攻击性武器伤害到。教练提醒，发生冲突的时，无经过训练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持冷静，利用手头甲身躯边的物件自我防卫，也当甲其他乘客自开反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立法议会今日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修正案，把这博爱座改做优先式，也就是讲无限定老人、囡仔、妇人人，只要有需求的人，拢会当去坐。身心障碍联盟就表示讲，有一寡人事实上因是破病，但是外表看起来真健全，因也是有需要的，建议会当提供这优先式的大纸，或一寡歹势开喙的人，也当保障因的权益。在公车顶悬着冤家，这是进前各中心坐公车坐破爱座，因为让位的问题引起纠纷。最近几年一直传出大众运输工具破爱座需求的争议，为了降低社会误解和冲突，回归合作本质，立法议会15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修正案，把破爱座改名做优先式。修正通过。若是改名适用的对象嘛，对即卖的老弱妇孺调整做其他有实际需求者会当优先坐，而且优先席的比例未比总座位数的15%搁较低。加上民众认为讲会当减少对立和争议。那优先席的话，变成是说，几乎所有的族群、所有的民众，他只要有身体上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说他有其他不方便，他都可以优先使用。老人是怕说车子刹车跌倒，他人不舒服的话，那我会接受。那我们站的话，可以站的话可以站。台铁新车的博爱座的图示呢，现在都加注了优先席3个字，而图案呢也从原本的4个变成5个。
包含了长者、孕妇，还有受伤的人，还有带小朋友的人。那第5个呢，就是有其他同样有座位需求的旅客也可以坐。那旧车的部分呢，预计在年底前也都会完成这个图示的更新。台铁嘛有设好运较侪位区的优先席，有附红眼塞车的空间，嘛有感应器提醒乘客爱让位予有心人。交通部嘛会回向卫福部订定优先席的统一都市，高铁和北捷两公到时拢会配合办理，加强多元选择。现在年轻的喜肾很多，外表看起来就你年轻力壮啊，为什么需要休息呢？或是癌症化疗治疗中的那个你外观都看不出来，可是他们是真的身体虚弱。新增障碍联盟嘛建议讲，正侪县市的捷运站拢有提供有心人、有心大纸，未来不管是公车、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拢应该提供优先席的大纸，予有需要的人去摕，或实际有需求煞歹势开喙的人，嘛会当保有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汉光41号演习来到第7天啊，这宪兵指挥部半暝伫咧台北和新北交界万板大桥，头一届演练全线封锁，要阻挡解放军入侵首都圈。另外，陆军269旅步机强军对台北港登陆，出动分把驾车拖式2批飞弹车来反制。总统赖清德也亲身去视察海军的海防大队，也和这香山正天型反舰飞弹发射车头一个见光。国军的分把驾车半暝出现伫台北街头，进入首都保卫战。汉光41号演习要煞过，第7天的抢侵防御作战，步机解放军登陆，想要攻入台北市区。宪兵指挥部15透早伫台北甲新北的交界万邦大桥，头一届演练全线封锁。宪兵设4座阻挡的阵地，包含用公车来做阻挡的障碍，也运用爱斯科防御工事，加快部署的效率。另外，部队点出标枪、气箭飞弹，反制解放军装甲兵力。攻击无人机也是这个操演重点之一。宪兵出动他原有的监侦机先他们我们要这个排的兵力去打击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适量鱼炮甲车的支援，还有后方所谓的120重迫击炮的支援。国军也通知解放军对8里上攀要攻击台北，陆军269旅出动无计无人机掌握敌军的动态。国军第这届汉光演习大量运用无人机，也结合现地作战，迫使解放军打入陷阱。国军模拟共军已经从台北港登陆之后呢，在新北8里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集结，而国军呢也出动了这个云豹甲车以及拖式2批飞弹车，要迟滞共军深入首都的震惊中枢。这也是拖式2批飞弹车首度加入汉光演习，借由这种阻塞线加上火力掩护的方式，强迫共军必须走国军预设的道路，吸引共军不断的深入国军的主要的火力交叉地带，或者是主要的埋伏的热区。总统赖清德唔但亲身视察8里的演习，勉励官兵，也前往海军海防大队的战术位置，现场有香山中天型反舰飞弹发射车，头一届对外公布。陆军333旅是执行高雄港的守备任务，伫附近的道路设爱斯科防御工事，分把驾车抬兵出击，要予解放军清门大呼。国防部分炮营演练解放军想要夺占花莲机场，部队快速转换阵地，机动部署105榴弹炮，用火力压制敌方登陆部队。全台湾各地拢有演习，来当志航基地，空军宪兵中队 V150联合型驾车，煞伫任务长期的时并车，加在驾驶车长拢是轻伤，已经送病院治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2025年城镇沦陷全民防卫动员演习，今仔日大胜伫咧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来举行，包含着兵棋推演、防空演习、综合实作等演练科目。这台中呢有民众要配合人车管制，就骑奥多摆伫咧车路顶头，落尾是放炸落来开罚单。啊，那行政院长杜永泰也去到台中视察，见识重大灾害抢救。 防空警报声开始弹，警察要求当地赛车随瓦边停。另外，在台中捷运和台铁的旅客，在警方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在车头在等。下车的旅客暂时不要出站，请跟着我们的指示，
过天桥前往行车室避难。2005年，谢定尊成全民防卫动员演习，15下晡1点半，大胜伫中台湾谢管区举行。采取车停人就近疏散的防空避难作为，台中市选定沙鹿5车清水做重点验证区。大卖场的工作人员和买物件的民众拢照规定到停车场去避难。虽然造成店家民众暂时无方便，但大多数拢配合。因为又不是每天就很烦人了啊，一天。一两年一次的没关系啊，预言啊，不然人家怎么知道跑去哪里？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啊，对啊，那半小时时间本来就提早都知道的，所以也还好吧。不过台中沙鹿一个43岁洗出的查甫人，所伫演习的期间，因为伫加油站等甲心烦，骑奥多拜离开，互警方抓落来，会照民法法该罚3万到15万。警方已移交于三民路与光华路口拦下，带回调查后，将依民防法呈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裁处。除了防空演习，综合实作嘛无去战时重大灾害的抢救，包括台中港关键基础设施、重油天然气厂和航道的船只，互飞弹攻击破坏了后的抢救。我们要有这样的信息准备，当天灾、当冲突、当挑战来的时候，我们有准备更安全。行政院长杜英台学到演练是真真，例如讲台湾伫地缘政治的第一个风扇，对世界的变化无法度当作无咱的代志，只有对自立自强开始，透过演习得到经验，实施互相搬的角色，和避难的场所才会当自保。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长林佳龙带访问团去到巴拉圭，要拜访因的总统贝尼亚。贝尼亚强调会捍卫两国68年的邦谊，也讲今年8月会接待总统赖清德。有媒体讲呢，这赖总统8月会去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而且会过境美国纽约和德州。不过总统府呢是也未有相关的说明。和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热情握手含小揽，外交部长林佳龙带领企业代表团伫巴国访问。贝尼亚重新坚定捍卫台巴68年的邦谊，而且讲会伫8月接待总统赖清德的到访。Quiero cerrar mi intervención nuevamente agradeciendo al canciller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agradeciendo a los empresarios que han venido. Nos preparamos con ansias y con mucho afecto para recibir al presidente Lai en 30 días. 根据平民媒体因消息人士的讲法，这次赖总统8月会进行上任了后第2摆的出访，拜访中南美洲3个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而且第1摆对美国本土来过境，分别是纽约和德州的达拉斯。不过总统府讲还未有相关说明，若是有确定安排，会随向国人来公布报告。我国友邦元首邀请赖总统赴访，是彰显两国的邦谊紧密友好的表现，而安排高层的出访一向都是外交部的重点工作，但是外交部目前是没有元首出访的相关资讯。后续如果有确切的安排，将由总统府适时的对外公布说明。其实，赖总统在2023年做副总统的时阵，就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出访巴拉圭，参加贝尼亚总统的就职典礼。迄当阵是对纽约和旧金山来过境。即马伫川普2.0的时期，赖总统搁一摆过境美国，相关过境规划和接待规划，一定会变作各方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间准公共幼儿园去互机关也讲，这10天内上无有6个囡仔，互2名教保官不当对待158届，会甲囡仔关伫便所，甚至囡仔私密处拢受伤。其中一个细腻的教保官真节重大，罚款23万，停职3年。家长也集齐这县政府拢是伫咧暗号处理代志，也拖拖刷刷。查某囡仔私密的所在，红骨症，查甫囡仔的尻川口刺伤。家长本来指控姓詹的女助理教保员罪，不过调查过程佫发现，担任主要教保员姓李的查某囡仔，好亲像嘛对学生囡仔不当管教。10天内出现158件不当行为，包括甲人关便所、占囡仔诱佫带这行为。出来洗内裤，就把孩子丢在厕所里面，就关在那边，然后孩子就一直哭不停，哭了20几分钟。然后他现在就是看老师的脸色都感到恐惧。
公布这个代志的民意代表讲，其中4例的教保员经过调查了后，因为情形重大，互人裁罚23万，停聘3年，幼儿园罚6万。这个县政府轻轻放下，马不湾县政府要求家长家己调也监视器，不是主动协助。重大校园安全事件的时候，态度是这么的消极，请问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今天调查后，调查委员做成调查报告，然后也提交了认定委员会去做的决议。县政府回应，去年接到2家校安通报，都造成调查小组2个受调查的行为人，拢已经无伫幼儿园任职，目前拢无接到违法的事件通报。他这3年内，他会进入不适任教师资料库，日后如果他要担任老师，他要3年之后才能有机会继续担任。对于这样子的惩处结果，我们认为他是终身不适任的。原本表示4例的教保员停聘3年，会互人公布姓名，不过期满会当阁担任教保员。建议县政府予这个教保员职能强化这个训练，避免类似的状况发生。园方是强调4例的教保员已经改聘，专程配合主管机关调查，嘛接受裁罚结果。不过裁罚是不当管教、加性侵、性骚扰这个性别议题无关系，会导致面对持续改进。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台中丰原王家命案有上届新的进展，检警将调查大事情认定这姓李招人买物件的负责人涉嫌犯早期伪造文书恐吓等罪，将该区提告案了后，今仔采准羁押禁见。丰原王家5人命案关键被告团购组姓李的查某人，检警整合新事证14具提告案现场串别证，反复14记录，先后以刑法早期处裁、伪造准书文书、恐吓处裁等罪嫌成合禁见。15透早台中地方法院裁准。被告于案发后确实有指示证人删除对话记录，于到案后又更换赖账号，并传送讯息要求证人改用其他账号联系，足认被告确实有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具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故依法裁定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检警查出王家大汉查某囝女同和县长的美容师小会之下加入姓李的查某人经营黄金团购群组，女卡被黄金碳卡米上技术被骗负责2000万，全小组先通知姓李的查某人交换水平测了15万交保引起议论。后续整合3大新事证，有被告甲死者电子设备收回财政、信用卡、绿卡金流，加上其他被害者出面指证14个具体交换，第一政府还未证据价交传证人记录，再准羁押禁见。就相信检调，相信就是警方啊，也是谢谢大家的那个就是好意啊，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善心，就是目前都还 OK。王家大查某囝朋友强调相信司法侦办，王家家属心情也算稳定，感谢各界关心。台中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发动2摆搜查，到案接受调查人数超过30人，包含县长的美容师、县店的饭店业者、甲县长，也有金楼、县议会业者3人，涉犯洗钱、诈欺等罪专特被告，后续继续调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店有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伊在菜馆行数万外块，伊一个上期唔若共抢10万块现金，佮甲这店家破汽油。半点钟后，警方伫咧台北绑架掠到人，伫个身躯顶也敲出着假毒的工具。来，旁边停车！警方报路查车，要求查甫人停落来。你刚才今天干嘛？没有，没干嘛。小朋友。面对问话交代不清楚，这40多岁查甫人牵涉强盗案件，为新北市新店一路逃到台北市。有吵杂声，因为我就知道这件事了，我还拿着阳台，我还从窗帘拉开看了一下，就看一个人跑来这样跑去。被抢的就是这间菜馆行伫安德街顶馆，涉暗细红的查甫人14半暝11点外，伫店内耍宾果数万块。那家店员去冤家，佮疑似用汽油破柜台，抢走10多万现金。那常常在附近游荡，就是常常认识这附近的客人，应该都认识他。会不会其实想都是熟客，当下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警戒心。可能会有，但是要看他的表情嘛，还是看有没有跟他有纠纷。在这店头对真熟悉，伊是前一间菜馆下老顾客即摆煞动手抢钱，警方差不多伫半点钟将人掠到。恰逢本分局安康所员警下班路过，发现店内情况有异，立即驱犬追捕。经通报相关分局拦截围捕，在
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艋舺大道口超货大犯嫌到案。嫌犯毋若涉嫌抢钱，身躯佫被查出数安非他命嘅物件，也被依照强盗甲毒品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三关联员电梯工厂的火灾，今早起要到8点的时阵，火有拍花，消防警员有员伫咧现场转水降温。也讲到这个火灾呢，若烧出到这环境的问题，电方对电梯工厂的安全同款有记录，业者强调有毒的气体绝对袂排出来。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白读组的。身为在地里长，一听完手上的水兵，马上就表达不满的心声。里长这期，不管是进前的设抢，也是工厂的设备安全，甚至是这摆大火，三元公司拢有暗看。我为你们从头到尾都在东北菜。你们昨天有那个记者访问我嘛？我说里面听说有储能厂，他们告诉我没有。结果这里面写什么？就是有储能厂嘛。我告诉你，都已经灰熊卡成啦。还这么说我们没有储能厂？这场大火烧出大家对环境和生命安全的担忧，包括经济部、环境部拢有派人来说明相关的监控结果，目前一切拢安全。日后针对救灾做法一个检讨，三元公司总经理也带领员工会实地，同时强调，无论是厂区设备和制品的安全性，也是火烧的相关救灾废水应变处理，拢有下标准。面对电火这期，因会阁继续努力。燃烧之后，我们经过国外的几个认证单位，包含 NASA。燃烧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氢氟酸，一点点都不会，我们连0.1 ppm 都不会。我不太信任3元的了哈。这件事情我要求经济部园区管理局哈，这个部分在2个礼拜内要给我一份，跟给所有的乡亲们一份公正的第三者做出来的专业报告。我要知道真正的原因跟检讨整个后续的一些处理措施。三元电池厂的大火已经伫19早起8点拍花。因为火场的温度有的所在也是伫40-50度，业者讲必须要降到室温25度以下才是安全的。因此，消防局目前也有53车、97人伫现场持续转水监控当中。记者柯家族、柯兆阳、高雄仓报道。来看台北捷运连续2天发生有物件卡伫咧车门，害这车门无度关起来，也延误着车班运作。查理到地下发现讲是一张车票含酒精的喷干落入去咧棚内面。台北捷运也要提醒旅客坐车时阵，你随身载物件就要特别注意，也唔通人平伫咧车门边。过车门一卡夹出来车票拢是路的混杂，就是板南线一营运当中的列车出现，这车门无法度关情形，因为维修人员检查确定有物件卡掉咧，不过无法度马上提出，安排列车回厂检查，未到机场检修才发现车门一卡卡这张车票。我们曾经有东西掉到缝里面，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跨过那个缝就会注意，就是把它抓好，包包抓好。连续2日台北捷运拢发生物件卡门的事件。13板南线府中站往阿东门去方向的一个列车，也出现一个门无法度关，原来是车门甲车体之间空旁有一个喷酒精的管啊，车门无法度关起来，14个发生车票卡伫车门底，提出来了后，拢恢复正常。卡门异物多是随身物品或背包吊饰，进入车厢后尽量往内部移动，将后背包改为手提，请勿倚靠车门，并与车门保持适当的距离。各界指出，车门无法度关，电联车竟是因会继续发出声音提醒。列车是因为安全设计停止出发。统计为1814年开始，列车车门无正常检修结果，超过7成拢是原来物件卡掉咧。亲像雨伞，也有电镀饰品，牌包顶悬吊的物件，甚至有大型珍珠棒。呼吁旅客进入车厢了后，应将牌包改做手竿，唔通挖车门，避免因为卡门耽误行程甲损失物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有影真罕，有一个查甫人呢，6月7日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昆虫馆参观，工作人员发现讲伊的行为怪怪，就报警察。警方来到现场，现场是闸口5只鸭甲1只崩啊。这个查甫人是用身躯的肝吸引这鸭的背过来，再甲伊绑起来，讲是要早登去互囡仔看。目前这个人呢，已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温室内面红蝶、斑蝶、各种乌蝶飞来飞去，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通托馆的乌蝶温室。6月7日，有查甫人去内面较大的温室参观的时阵，工作人员发现讲伊有收物件的无正常的动作。过去了解，发现查甫人已经准备好3角纸，要甲大白斑蝶炸登去。放进去之后也要去折起来，
所以蝴蝶在里面磷粉就比较不会被破坏掉。它如果用这种方式收纳，它可以叠很多。捕鱼员手提的是自然死亡的个体，这个查甫人国业炸3只科学碟，一只白纸加清，讲是要摕转去给伊的囡仔看。园方随报警察处理，警方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8件15以偷摕物件的罪嫌甲起诉。那一旦触犯这些规则，我们还是一定会要处理，不能教坏小孩子。这只车板碟是一直徛伫人的手骨顶悬，已经10分钟拢袂走。监视器的画面嘛显示查甫人涉嫌用老公的手来生乌碟，而且甲掠。园方解释讲，乌碟的特性就是会互肝生气。它可能也需要去补充一些水分、矿物质或者各种的营养，甚至我们的尿液，对于蝴蝶来讲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未来要安怎防止人偷摕？园方强调讲，园内有装真侪监视器，会持续配合门禁管制和当人的巡场。另外，伫过去感受其他的动物防偷摕，园方表示讲，伫20年前，捌有2级的员工偷摕稀有保育类的菇类，结果防掠就是拢总行转来。而且强调讲，除了乌蝶这种细只通拖，多数的动物拢有晶片会当追踪。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最近推出台湾狗的资料分享平台，民众会当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去回报，当时伫倒位看到几只狗伫咧做啥物，把这资料收集起来，透过科学方式，和民众做伙建立一个台湾狗的活动地图，将做日后防治参考的一个措施。拍开手机找出这个上新的台湾狗资料分享平台，将你看到的台湾狗数量、地点、时间，甲有台湾狗伫咧做啥物，这资料拢会当同步去网络。这是高雄市农业局当日推出的新平台，希望透过公民的力量，大家斗阵来收集受伤台湾狗活动的资料，当做日后防治措施的参考。民众认为，以前拢是请学术单位伫固定地点调查，地书研究资料受到限制，运用这款全民同步的方式，上重要的是爱先做好宣导。大数据知道猕猴大概都出现在哪些位置，然后可以分享到大众都知道可能哪些地方要注意。你一定要有习惯上，人家呢要上网去通报。一般的人大概没有这个习惯吧。就是因为拄开始做无啥人知，农业局也甲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合作，伫受山4可能等的社区去办讲座，除了了解这个通报平台，毛教民众爱安怎甲台湾狗斗阵。农业局望透过专门做过来通报，会当减少民众甲台湾狗的冲突事件。越了解他们的轨迹呢，我们就可以越来用比较好的方式来做一些防治的措施，减少民众跟猴子之间的冲突。我嘛希望这个平台会当互大家了解讲，其实狗落山是正常，因本来就爱互相沟通有无啦，毋是讲伊落山就是无正常，还是想要去摕人的物件安尼。互狗的资讯会当更较流通诶。农业局表示，平台资料需要时间豆来收集建立，现阶段可能无法度马上看到效果，不过对长远的政策推测来看，绝对是有帮助的。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举办超过20年的剧青团最近逼出新塑料证据，外界也质疑讲因的活动牵涉到统战。这个活动除了是和中国第4大政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办，而且这行程内面也包含拜访中国各大办等机关。虽然因有出面来保护，不过内政部和教育部也搁伫咧厘清，这活动呢敢是违反到两化条例。伫社群平台刊底片宣传杰出青年附中参访团的活动，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今年1月才带第21届的团员到中国交流。不过最近红标出性骚扰的证据，也搁互外界质疑活动牵连到统战，除了是和中国第4大政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办，简章当中行程也规划拜访各大办，也有相关的机关。事实上，其实我们今年是没有去统战部，也没有去国台办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敏感的单位，其实我们是没有去的。以后的相关的可能活动或者相关的行程，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法规或是按照主管机关的辅导。基青会理事长出面背会，今年出团无参访统战单位，也拿陆委会表示已经请内政部了解基青会运作，敢有符合法令规定，也函请教育部厘清相关的活动敢有违反两化条例。
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中国大陆党务、军事、行政局、政治系机关构团体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青年署呢，课政调查基金会呢与陆方单位合作关系。教育部指出，若查了后发现违反量化条例，一罚10万块以上，50万以下，也会当按照有几摆连续罚几摆。也提醒师生去中国交流，要注意风险和人身安全。尤其中国10时公布新时代审判工作意见，内容强调依法严格处罚危害国家安全、诈骗等的犯罪，并且讲要加强涉台的司法工作。向国际的社会去宣示说，台湾人民是被中国政府所管辖，它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这本身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操作的意涵。另外，进前陆委会表态无计划办理金门、厦门的游艺活动，这个活动讲确定唔办。金门县府会伫16对外说明，但是活动邀请函敢若列出2日暗时海映之夜，还有27个金门海上长影，无亲像过去列做伙的金厦影道，这好亲像意思已经真鲜明。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刑事局进前抓到全国头一个假平板电脑诈欺案，有业者甲中国制造商进货，这外壳呢是模仿 iPad， 内面选用正版的晶片等零件，透过软体呢甲伊改造是高效能的显示规格，骗消费者来买。这代志会逼出来，是因为有一个通信行的头家去哄骗，伊向警方报案，这件案件才逼出来。3C 产品越来越普及，真侪人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远端工作，也是线顶课程。不过爱说伊唔能去买到品质真差的平板电脑。有一个客信是进前伫虾皮购物网站开1000外块买一台平板电脑，卖主是讲真俗，高效能，无想到买不偌久就故障，怀疑拄到诈骗，甲警方报案。有些明明其实只是一般的很小的，像 YouTube 也跑不大动，有点像类似这样，小游戏也跑不动。那就觉得很奇怪。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平板电脑是由不法业者甲中国制造商大量进货，外壳模仿 iPad， 内底用低阶处理器晶片，无好的记忆体，增固版的 Android 系统，再佮透过录机软体甲实际规格灌水，偷改造高效能显示规格，一台1000至3000块欺骗消费者购买。啊，毋过为外观根本无法度看出来，爱拆解了后，才会当发现规格无符合。这原来是咱国内头一件叫白牌平板电脑的诈欺案件。实际上，原本他说是10核心的 CPU， 而实际上只有4核心。原本他说512GB 的储存空间，实际上只有16GB。警方查扣到500多台正差的平板，还有空阿爸这的证物，这平板拢无经过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审核认证，初步估计不法获利超过165万台票。专案询问了后，依照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通地检署侦办。嘛呼吁民众购买电子产品爱谨慎选择商店，若是广告以高规格、假销售，而且评价好歹差真侪，拢爱提高警觉，才有可能就是假平板电脑的诈欺。记者关税伫8月初1进入平稳确定的状态，安尼无厂商强行的歹应付。记者采访报道。但那是风台扫过台湾，伫台南的安南区，就一大收容上千只流浪狗的场所，损害甲真严重。另外，这农作物同款是东倒西歪，农业部统计，台南的农业损失有11挂，是全台湾上严重的。农业局也讲呢，目前中央已经有公告，所有项目拢会当申请补助。真侪狗仔大声咧吠，详细看因住的环境，因为这回风台大风大雨，甲只生甲真食力。台南安南区这个七村最高社，因木造建筑物起超过30吨，这回江俊峰甲建筑物生甲东倒西歪。这当时是为着要减少流浪物掺人的冲突，偷偷收容流浪狗，收超过2000只狗仔。这种狗舍损得甲真严重，负责人无奈讲，因年岁大，这资源嘛有限，唔茫通有人来这倒卡手。平常其实也蛮常会捐一些，比如说流浪猫狗的一些捐款，所以也蛮心疼这些小动物。如果这个狗仔场收容的量较济，建筑物上老的啦，这30吨的老式的建筑物，因为因的条啊暗门土条，可能5吨8吨就会风化，迄钢筋就裸露出来啊。
台南的农作物嘛，互风台吞下去。农业部上新的统计，这回损失已经超过26亿。那以县市来看，伊点是损失10亿外上惨重。那上述的作物主要是金蕉，大概有2121公顷害去，再来是文旦同款乌有去。农业局嘛讲，文旦的量实在有影济，这2天假期加在有100多人去灾区做志工协助清理，因讲会搁赶紧替农民恢复家园。通常农民都是比较年纪大，所以他们很需要被帮助。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假日就到麻豆的文旦去帮忙减温。那个麻豆的部分是6500公吨，那个下营的部分是200公吨，湾田部是100公吨。其实我们跟那个农会已经先协议到7月18号，希望说来做这一部分的清理。农业局嘛指出，目前中央已经公告全品项补助，另外电力的部分，油源叫清通后，电油源也未来。台电统计，台南客家目前停电数是占上济，到达停电超过1礼拜。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受到风台影响，这中南部一寡家条也受到损害，产地鸡卵挂价达紧是起6块。另外，这婚姻当时一大饲鹅场因为通报 H5N1 禽流感，已经灭掉2600多只鹅。这防疫所要呼吁大家，这风灾过后就要提高警觉，落实卫生管理。工作人员无用甲鸡卵一粒一粒装箱出货。受到丹那西风台的影响，中南部有不少鸡条受损长。地区最近鸡卵的供货减少，予产地大卖价少为1斤32块，起到38块，差不多起码2成。这个孙模要恢复的速度，爱半年以上啦，无遐紧啦。短少了几万箱。哦，这回起码差9万箱以上的啦。卖卵农民表示，这个风灾，中南部有真侪鸡条，厝顶规个翘起来，甚至有的是喙炎炎，包括水帘设施、通风的系统拢受损。那征收恢复正常供应鸡卵，至少要半年的时间。若婚姻当时有一间饲鹅场主动通报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拢总甲2600多只鹅灭掉。因为有不少鸡条顶因为风台受损，即嘛烦恼禽流感的疫情可能会扩大。防疫所呼吁。近期因风灾影响致禽舍的破损或防鸟措施的损坏，请禽产业者应尽速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及生物安全。另外，在中华沿海所在，风灾了后，饲鹅的农民嘛发现收成减差不多2成。这种态都退散去，无本来嘛食肥的。要食肥，一头3偌济？3块有1分，3块有2分去。饲鹅的农民表示，若无受到风灾的影响，原底一笼的鹅仔被烤了后，差不多也有6斤，不过即马敢若剩4斤，因应后续恐惊还阁有风灾会来，即马敢若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热天是愈来愈热，有民间团体表示，过去40年8个主要县市平均日常海时数增加213点钟，这代表囡仔伫外口活动的时间就缩短啊。专家表示讲，这对囡仔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大人去户外游戏场所，较细粒子的囡仔感受到的烧气是搁较明显。民间团体去年5月伫新北新庄公园无共铺面测试。结果发现人工草坡有到64度，无芳的铺面甲山坑啊嘛超过50度。除了它直接接触的表面会温度比较高，有烫伤那种疑虑之外，另外一个是孩子也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地面的热辐射的关系而有中暑的疑虑。日头愈猛，囡仔伫日头骹佚佗，热伤害风险就愈大。热血和平根据中央院气象的资料，以综合温度热指数 WBGT 来评估。算出过去40年8个主要的县市，每一年热人平均的热伤害风险的时数增加213点钟，而且指出2023年热人有到780点钟，等于是有52天无适合去户外行踏。这样的高温对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因为也剥夺了他们可以自由玩耍的权利。高温它不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世代不正义的问题。不积极减碳的话，未来的儿童的童年恐怕会被偷走更多。环境部表示，高温已经是全球的问题，针对儿少的健康，已经甲卫福部积极咧研究，安怎降低户外游戏场拍日热伤害的问题，会提出指引。哪一些是适合就是作为示范点，那我们来做成指引，然后接下来就是请各个地方政府大家来一起来依照这个指引来做改善。热血和平烦恼讲，若无积极来减碳，
到这个世纪的尾期，热伤害风险的指数会增加到1193点钟，超过半个热天，拢会伫咧热伤害风险内底。陈光明表示，亲像树皮、柴油啊等等这自然的材料，若摕来做铺面，对降温有帮助。呼吁主管机关会当拟定游戏场降温具体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统计，国内失智症患者大约有35万人，有6成是阿兹海默症。台湾失智症协会今日公布上届新的失智症10大警讯，包含这记伫体部影响到生活、解决问题有困难等等症状。因也呼吁讲，这65岁以前的早发性失智症，常常会互咱视觉差，提醒民众就要提早就医检查。61岁李先生原本做服装批发兼产品销售老师，3年前伊陆续出现有话讲袂出来、甲写袂出字的问题。后来伊因为新冠肺炎看医生的时阵，进一步确诊得到阿兹海默症，合并有失记甲视觉问题，也是属于早发性失智症的患者。因为我还在公司的时候还要做讲师，后来那一场我空白我一个字都找不出来。台湾已经进入超过龄社会，对失智症关心愈来愈悬。不过65岁以前的早发性失智症较无重视。台湾失智症协会公布上新失智症10大警讯，有记忆衰退影响生活，解决问题有困难，无法度做原本熟悉的事物，对时间地点感觉混乱，涉水判断甲讲话表达困难。物件黑白坑判断着变歹，为这场或者是社交活动内底退出，甲个性向改变等等。这10个症状当中，如果其中有1个或2个跟以前比较，或者是这个觉得它有越来越恶化，那当然就可以来就医。专家表示，早发性失智症的患者大部分也伫食头路，可能因为工作能力下降、社交能力障碍等关系，必须提早离开职场。所以民众若出现真侪失智症的症状，都要较早看医生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西拉雅原住民代表呢，去到行政院交တင်證書，批判政府提出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的草案。因認為講，就要將這平埔族加入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保障內底，讓因有同款的權利，唔通另外擱再釋轉法啊！我是平埔原住民，國家興我身份。西拉雅族人伫行政院頭前抗議，因和其他的平埔族為着要爭取正名做台灣的原住民，已經抗議30幾冬啊，一直到2022年，憲法法庭判決出來，講政府無予平埔族登記做原住民族是違憲的，規定3冬內就要修法。今年10月份就要到期啊，剩3個月時間，政府修法的方向是另外立法，這和平埔族人要愛的無同。過去賴總統他一直是非常堅定的在履行他的這個承諾，對西拉雅證明跟平埔族群證明的承諾，可是他可能忽視了他今天的這個承諾，行政機關並沒有落實，所以我們今天必須向總統來澄清。行政院已經有提出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的草案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已經送入立法院審議。不過，這款的做法，讓平埔族人感覺不滿，因呼籲政府應該直接將因加入去原住民族基本法內面，無應該另外設一個專法。因也認為原住民的權益應該攏愛同款才對。阮咧適用着阮吼就原住民的，嘿，因較早就有遐基本是安尼，因就愛個愛安怎啊，阮就愛另外安怎，這我感覺無適當啦。說立法院他們其實也有提出一些不同的版本啊，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尊重立法院的決定。拜二甲訂正書交予行政院，行政院是表示因會閣討論建議，佇行政院抗議煞了後，西拉雅族人也會去立法院，閣去總統府頭前頂前，希望政府會當重視因的心聲。記者陳選謝桂玲台北報道。屏東西區市啊，這西市場重建了後，規模滿1年啊，目前打圍村7成，這縣政府積極改善排煙的問題，為了要讓人客擱再回來到市場，駐地會也常常舉辦活動，未來也要轉型做美食街甲有特色的市集。早起8點就行入西市場，有個店頭才開始咧準備。平常這個透早，人客也未來。去年西市場拄開幕的時陣，雖然真濟人來，但油煙處理做了無好，加上停車位甲打營業時間的問題，民眾來西市場找無伊買，1擺2擺就無願意過來，人客愈來愈少。
造成袂少担挡袂牢，只好退出。目前有70个位，只剩50担有人咧做，排担的比例大约70%左右。人潮是慢慢的有回来啦，不要说把它当作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因为虽然这边有冷气，然后有停车场、有厕所，不过因为会来市场找吃的人，或是来逛的人，大概他们都是希望 CP 值要高的商品。就炒啦、炸的时候，是确实啊，听说要改善啊，所以以后要改善啊，所以我们在等这个机会啊。店头家拢感觉有豆豆咧改善。这礼拜是屏东西市场改建的1周年，市场的基地会为着提升人客，举办活动庆祝。对7月11到20有唱歌比赛、消费抽奖的活动，轮到活动的店头爱一边顾店，搁爱一边主持。虽然足无闲，但是这店头啊拢愿意做伙拍拼，互西市场的人客数量会使提升，大家生意愈来愈好。最大的问题就是油烟的部分，那因为其实县府已经有在进行讨论的动作，那希望就是可以加快速度，赶快把这一边整个空调这个排烟问题的部分做个详细的完善。我们就是会一直规划不同的形态的方式，然后邀请民众一起来做参与。基地会干部讲，油烟的问题，县府有咧处理，嘛会继续检讨档案的分配。西市场是屏东头早对传统市场改建为新式市场，引起袂少关注。基地会希望经由内部调整，以举办活动，互民众决定熟悉遮好食的物件甲特色，找回开幕迄当时的盛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传统艺术中心这几年真拍拼，伫咧推广儿童戏剧。今仔日启动2025儿童戏剧巡演，也要行入校园，打出效果。今年拍算要伫咧173间国校啊，有17个剧团参与，互学生囡仔欣赏到这传统的戏剧。另外，也要伫咧7个县市推出到儿童歌戏，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培养到囡仔观众，也鼓励剧团、剧本创作者未来会当搬愈侪戏做互囡仔看。小朋友做伙来做歌，我歹行路。故事改编《西游记》，和囡仔有深刻的互动。风神宝宝儿童剧团搬一出《风神宝宝之火焰山》，互囡仔哪看戏嘛，哪学台语。有的囡仔虽然听无台语，嘛看甲真深刻，嘛有介意何种设计爱看戏的。服装很酷，因为本身有看过，所以就很喜欢，然后互动也很多。布袋戏剧团雷音剧风，用台南淡昆新传说中青美良和青美柳出来佚佗耍做大水的故事，来提醒囡仔爱有防灾意识。另外，当地混歌戏团嘛做一出全新的戏《受邀日记》，要对主角受邀的过程，互囡仔学会晓甲家己的专长用来回报给社会。雷音剧风有3个重点吼，一个就是以台语为主。台湾的故事去发想。第3个就是阮会寄望讲用这个歌调。在咧成长的过程，咱要懂得去选择，不要害怕压力，而且要懂得去面对所有的挑战。那上重点是伫咧讲，囡仔会当欢喜做家己的代志，但是有当时啊，囡仔会较唔捌代志，需要听从咱这个时大人，伊来甲咱教育。为着要互传统戏剧文化定根，培养囡仔观众和看戏的兴趣。传统艺术中心办儿童戏剧巡演，今年拍算要伫173间国校表演。另外，中心嘛和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合作推动儿童歌戏，拍算要去到7个县市巡演。除了孩子听得懂、看得了，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戏呢，让了解家己的故乡，了解家己的传说，爱上家己的文化。歌戏上界重要。不只是培养演员啦，更加重要是培养基本观众。因为你若无观众，歌戏就袂存在啦。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行入校园，打出效果，这2项策略招囡仔做伙来看戏，希望鼓励剧团和剧本创作者未来当搬愈侪戏做互囡仔看，结出戏剧的新能量，回馈满山屏。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麻州有一间老人安阳公寓13暗时发生火灾，有真侪老大人走袂去，9个人不幸过往，30个人受伤住院。这安阳院的设备维护、员工素质和消防主管不足，会拢变做是检讨的话题。I really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I thought I would because I thought there was no way out.
13这场火灾发生在美国加州一间老人生活辅助机构加巴列之家。伫火灾内面活落来费雷拉讲，伊家己住2楼，是困到一半后厝边弄门叫起来，想要紧走，所发现讲门外的浓烟已经烟蓬蓬，只好退转去下间仔拍开窗门，对外大声喊救命，才救着家己的命。消防队出动50个队员，伫9点50左右到现场，发现大楼前半部拢烟蓬蓬，火势看起来已经真猛啊！ There were multiple victims hanging out the windows, screaming and begging for help and to be rescued. So we knocked down the fire quickly, then all available assets were moved towards rescuing. 加巴列之家伫1999年成立，有70个老大人住伫遮，以俗价单间公寓、方便的生活区，帮助老人伫适当的照护之下独立生活。这场火灾是造成9个人死亡，30个人送病院住院。有住户大骂讲，甲行动无方便、坐轮椅的老大人安排伫3楼，是造成搁较侪人无命。建筑设备伤旧，员工伫火灾间头顾家己逃命嘛，互批评。They went knock on one door. They just ran out in the parking lot and started. A resident had to call 911. 当局已经甲活落来居民安置伫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火灾原因初步调查并无可疑的所在，不过消防员工会嘛提出批评，讲当地消防人力欠甲真严重。假使若照标准编制，一台车配到4个消防员，就会当救出更较侪人。呼吁各级政府爱正视基层消防资源，长期拢真欠缺的问题。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14号在北约秘书长卢特见面的时阵，宣布会用欧洲国家出钱、美国制造的方式，运送价值美金90亿的武器给乌克兰，而且警告讲，这50天内若准无达成停战协议，就要扣这关税扣到100%。这个消息一出来，国际原油期货随大落，若莫斯科股市却是起2.7%，原因是这制裁强度无投资人所想的遐尼大。 川普14伫甲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的时阵，宣布伊上台以来头一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过是欧洲国家出钱、美国制造的方式，内容包含几60亿美金的飞弹甲弹药，以及支付上想要伫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NA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for t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supply weapons to NATO. At a large amount, they're going to deliver the weapons, and they're going to pay for 100% of the weapons. 川普伫去年竞选期间一直讲，24点钟内就会当结束俄乌战争，实际停战谈判进行2轮都无继续，互川普对罗西亚总统普京感觉真不满，嘛伊讲话无算话。川普警告50天内，若是还阁无达成停战协议，会对罗西亚扣100%的刺激关税。 We're very, very unhappy with them,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very severe tariffs if we don't have a deal in 50 days. Tariffs at about 100%. You'd call them secondary tariffs. 美罗中间早就无经贸往来，所讲的刺激关税是针对甲罗西亚也有生理往来友好国家，像讲罗西亚石油、天然气的大买主中国甲印度。举一个例来讲，若是印度继续购买罗西亚的原油，购买印度这种产品的美国公司，都爱扣100%进口关税。石油卖出去，莫斯科自然都无遐济钱继续拍落去。消息一日出来，国际原油期货倒落去。 莫斯科股市煞颠倒起2.7%，这个原因是制裁强度无投资人所预测的遐尼大。 It is very positive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taking a strong stance on Russia. On the other hand, 50 days is a very long time. If we see that they are killing innocent civilians, also.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 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
了。